你的爱心。田中，田中，我爱你。待会3、2、1，我们一起讲哦。爱心巴士，爱心巴士需要你的爱心。田中，田中，我爱你。那这样子，我们等一下3、2、1一起讲，大家一起来揭露哦。好，来3、2、1，爱心巴士需要您的爱心。田中，田中，我爱你。谢谢，让我爱你呢，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以上的企业界的。我们还在台北，现在有了高铁，1个小时就到我们田中了。对呀，而且听说啊，田中的蜜麻花、麻油、鼓山寺、夫妻树都很有名哎，只是我们要怎么去啊？这里好像没有 U-Bike，还是他们去都是搭计程车？不可能吧？啊，我们来问看看好了啦。好啊。阿伯，请问迄高山寺咩多去啊？高山寺哦，我跳来捌去过，即摆吼因为较济话啊较无方便。我嘛足想要去的。咱田中吼，我足希望咱田中有迄种免钱的巴士，讲带阮遮的老伙仔四界行行，甚至恁遮的背包客嘛用顺便搭的车子四界去踅踅的行行。哇，现在爱心巴士已经开进尾目前的这个记者会的现场啦。嗨，大家好，我是我是田中镇长洪丽娜，请问一下，两位还有我们的大哥，有什么需要我服务的吗？我想要去这高山寺行行嘞吼，甲咱田中一寡景点行行，希望看有迄款免钱的巴士。哇，刚好 OK， 跟着我走 ，Let's go， 我们到你们想要的地方，一起走。哇，镇长开着爱心巴士，在等乐龄组里带来的背包客们有可能完整有田中的。那么我们的路线大致有规划，因为这是环镇的，所以我们22个里呢，其实每一里我们都会经过。然后最重要的，主要大家证明他们的需求，就比如说我们重要的有台铁火车站，还有高铁火车站，还有比如现在的所在地乾德宫，那还有比如说长辈他有说不定要到医院院所里面要去复健呐，还是去拿药，还有甚至于到市场去买菜等等，还有的人是甚至于他有他个人的事情，他要找什么人，所以这个是首创的爱心巴士，是在我们22个里的路线都会走得到，然后在每个里重要的人口聚集的地方呢，我们会设一个就是我们的招牌，就是我们的车牌。那车牌呢，我们的很多的企业体，他们会认捐的时候，我们把他们的公司的名字会刻在我们的这个站牌上面。所以现在我们路线图呢，也大概都已经有一个雏形出来，但是我们还要实地的去串联。一天是8个小时，目前是2辆车，我们东西南北向有时候是可以对开的，可以对开的。有时早上6点，说不定早上6点有人要去运动的人也可以搭这个车子，然后在中间买菜的，还是他们要洽公的，也可以到公所。其实我们田中镇的一些主要的机关团体还是主要的地方都一定会设站，然后每个乡镇呢，每个村里呢，我们一个村里，我们一个里，在它人口庙口啦，还是什么人口聚集的地方，我们都会设他们的那个一个站牌，然后也说不定那个里大的话，像新民里，它是那么大里，都不一定是3个站或是4个站，那有的里比较小，就是它人口最多的地方一个站。现在我们在规划中，我也希望这个爱心巴士呢，大家能够爱心共行，大家非常的愉快。是免费吗？就对，重点，我们是免费的，而且只要外来客他到了我们田中镇，知道我们这个有站牌，只要你在站牌下面看到我们的爱心巴士来，你都可以上车。那未来我们也会训练一些志工来当我们认车里面的一个导览的一个方式，都具备于大家我们镇民共有的这个福利，那也可以来促进外地人来这边做一个观光的一个他们的
个非常好的交通工具。这是苏部的今天记者会主要的重点，谢谢。